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吴雨婷更了解你了。请问当初是谁威胁我要拿掉孩子？如果不是我拿出1000万支票要你保住孩子，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 Amber 这个人吗？吴雨婷，你非要把话翻出来说吗？是你当年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女人，我才会这样说的。是你把我弄得心都碎了，我才会离开这个家的。你以为我是殷有金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啊。你是因为经济开放离开中国，而现在是因为金融海啸你才回来中国。你别装懂我，我一个女人在这里建一个立足之地，容易吗？让大家久等了。今天能够和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块吃饭，我非常开心。谢谢你们平常照顾 Amber。Amber， 来招呼大家呀！啊，大家尽量吃，别客气啊。
高琪是我妈妈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你从小就没有妈妈吗？我没问不代表我不想要。今天有这么多同学在啊，咱们不讲家事。来，他们都是我朋友，该知道的大家都会知道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高琪是我妈妈。Amber，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家庭是不完整的，可是人家怎么熬过来的？你有的吃，有的住，有的穿，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名牌，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这样吧，你生日快到了，爹地打算到马尔代夫去买一座岛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啊！你可以带你要好的同学们一起去玩啊！你这是在补偿我吗？我是想让你的同学们都羡慕你。你们羡慕我吗？我想要的东西你都给不了。你知道每次我过生日，面对这个冰冷的家和那些没有意义的礼物时，我多希望你能够亲手给我做一碗面，端到我面前，对我说一声“宝贝，生日快乐”。我多希望我生病的时候，你可以陪在我身边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一声：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我多希望，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你都可以陪在我身边，而不是我一个人吃药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照顾自己。我多希望可以像万家一样，有万妈妈一直照顾她，一直关心她，一直陪伴她成长。Amber， 我讨厌你这样的爸爸！你控制我的一生，你不许我认妈妈，不许我交男朋友，这样的爱我才不要！ Amber， 你不要太过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所有的过错都是别人的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完全不明白父母的苦心，你们根本都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爱人。Amber， 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没有妈妈，你从小就没有妈妈，你不需要妈妈。Amber， 我操！别激动，消消气儿，咱从长计议啊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这不担心您出事儿嘛，所以留下来陪你。其实这高琪出现之后吧，担心的人不止你一个，应东也很担心。最近呢，我一直在帮他调查高琪的底细。看，这Amber也是太不懂事儿了。我现在告诉他，让他马上回来给你赔礼道歉啊！亲爱的，在哪儿呢？哎！你跟我女儿什么关系啊？你叫她亲爱的？啊，当然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了。荒唐！你把我吴雨婷当做什么人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们家 Amber 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即使 Amber 嫁不出去，即使 Amber 没有人要，她都不可能会跟你在一起。
你不要再痴心妄想做白日梦了。吴叔叔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自由恋爱，您不还要求什么门当户对吧？我吴雨婷做什么还需要你这个整天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的毛头小子教我吗？哥，安贝不见了，他有没跟你联系啊？什么？不见了？是啊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要是有什么消息，打电话给我。好的，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挂了啊。还是找不到。怎么样啊？你们那边？找不到。怎么办呀？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都那么晚了，他一个人会去哪儿啊？我哥那边也没有安贝的消息。这件事对安贝打击太大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？大家这么没有目的的找下去不是办法。以安贝的性格，应该不会做傻事。你和薇薇先回家，看她能不能自己找回来。还有，看佑熙在吴雨婷那儿有没有消息。那你跟佳佳呢？我让她开车再等一会儿。这样吧，给梅宝和欧阳修打个电话，也许安贝找过他们。不如我们直接去找吴雨婷吧。让吴雨婷去找高奇，看看有没有安贝的下落。你呢？你有没有高奇的联系方式啊？我助手知道。这事交给我们去办吧。你爸跟高奇有交往，你这样冲过去真的不好。正是因为他跟我爸在交往，我才要去面对他。你刚才没有带酒浇，不知道那个女人有多厉害。行，那你自己小心。好。哎，路上小心点啊！放心，我陪着他。嗯，有事电话联系。算了，先回去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安贝。哎，你这大半夜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啊？再说了，你这样漫无目的的找是找不到的。就算没有线索，我们也要去找啊！现在正是安贝最无助、最需要人关怀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因为没有线索就这样轻易的放弃。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安贝去找谁，而是谁会在这个时候锲而不舍地找他。我太能了解安贝现在的感受了，那种孤独，那种无助，好像全世界都要抛弃自己的那种绝望感。自己的母亲在生下自己之后，一声不响地走了，时隔20年，又回来认女儿。当初如果真的在乎，就不会这么绝情地离开。如果不能带给安贝幸福，那他还回来做什么？薇薇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大哥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有康子睿这一个哥哥，也不必再多一个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就让我去找安贝。G2882总统套房，高奇。不用了。怎么样？电话没人接。我感觉高奇会去找你爸。
我爸去北京出差了，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，我想陪着你。
你猜呢？我想，你爸爸需要我辅助他，把英氏在海外上市。在工作方面，我们很快就会结合。可是，在私人感情方面，是吗？小东，妈妈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没看到你小学毕业就要离开你了。妈妈，男孩子要坚强，你要爱爸爸，一切以他为主。知道了。因为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那一个亲人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这个戒指是妈妈最珍贵的东西，现在妈妈把它交给你。以后等你长大了，一定要把它交给愿意陪你度过一生的女人。你要代妈妈感激那个接受这戒指的主人，感激他带妈妈照顾你到终老。感激他令我的小东东幸福。妈妈。
走吧。怎么了？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打开看看。好。这个是我妈唯一留下来的东西，她让我把它送给能陪我过一辈子的人。高启让我爸和我的关系越来越不好，我现在感觉特别孤独。朋友们离开我，我爸排斥我。如果有一天失去了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。傻瓜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也不会失去我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怎么样？有进一步的消息吗？是不是上高奇那儿去了？没有，小野昨晚在 FAI 躲了1个晚上，接着康子睿找到他，把他带回他的公寓了。吴总，要不要派人把小野接回来？由他。我不想跟他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。高奇那边有动静吗？殷有金知道高奇出事后，已经坐最快的航班从北京飞回上海。殷有金带着高奇和高富银行的行长金昌在外滩会所吃饭，应该是在谈商务合作。看来他还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Amber 的安危啊！他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，这事还没完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跟 Amber 的一个同学在谈恋爱？你是说欧阳翘？你把这个拿给那个女孩，要她帮我紧盯着 Amber 的那帮同学，尤其是韩定一兄弟。好，知道。去吧。Amber。
哎，你跟安默这几天怎么样了？我跟他挺好的，他呢，只是不想回家。不过我想为他停下来，给他一个家。你呢？你爸跟高琪怎么样了？你不会真多个后妈吧？我妈走了这么多年，我爸一直没有交女朋友。偏偏是这个高琪，让我爸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竟然连我们公司的事情都和他商量。林东，感情上的事呢，阻止不了的。再说，你会不会想多了？高琪他有那个能力吗？你是个艺术家，总把感情想得那么美好。高琪是个生意人，蛇蝎心肠。我爸娶了她，对我们公司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对了，高琪今天是不是约了你和安博？是啊。一天我爸没被他拿下，他就一定会勾着安博，因为这就等于掌握了吴雨婷的死穴。你是担心高琪会借着你爸来刺激吴雨婷？他是想借着他们俩来刺激对方，谁给他的利益高，他就跟谁。这次我反而希望吴雨婷会赢，他们毕竟是一家人，这样我爸就安全了。你爸跟安爸他爸都是生意人，没那么容易被下套吧？人要是动了感情，再精明也会变成脑残。放心吧，下午我见了 Amber， 我帮你问问他。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，我要是见到我妈咪，我会不开心吗？你现在呢，对她是充满好奇，怎么可能会有事呢？看你手上的琥珀戒指就知道，你有多在意她。你真的是越来越了解我了。但其实最重要的，是因为他可以接受我们俩在一起，因为他要见的是我们，不是我。我可不这么想，也许他见你，是想套一下吴雨婷的情况。你觉得他对我爹地还有余情吗？他叫我们两个过来，是想说什么呀？热恋中的女人，猜不到，也许是过来告诉你，英东快要和你一样叫到妈咪了。谁都有言情的时候。他们之间的爱情，我可管不着。他来了。我想死你了。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？高琪，